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哋嘅大眾占卜。咁今日嘅題目呢，就係你喺對方心目中係點樣嘅位置呢？咁以下呢，就有3個選擇啦。咁而家呢，就可以靜心落嚟啦，去選擇自己心目中最中意嘅嗰張牌啦，或者係最有感覺嘅嗰張牌。選擇完之後呢，我哋就直接可以去睇解讀嘅答案啦。咁首先就係睇對方目前嘅 situation 啦。咁對方目前嘅 situation 咧，會見到其實佢自己啦，會有好多唔同嘅 idea 啦，或者係關係上面都可能會有好多新嘅想法啦。所以就係佢會有準備咗好多嘢，其實都會想喺感情入邊去發揮出嚟啦，或者都想令到自己處於一個心情啦，或者係比較開心嘅一個狀態，同埋佢自己而家呢一刻嘅工作啦，或者經濟狀態啦、生活嘅狀態啦，其實都處於一個比較平穩嘅情況，所以其實都係有比較多嘅心情去叫做考慮感情啦，或者都想感情多一個伴侶去陪伴自己嘅，同埋就係佢而家嘅情況都處於一個穩定同埋公平嘅狀態啦，即係佢都會想揾到一個人去調整佢嘅生活狀態啦，或者陪伴佢喺生活上面咧遇到更加多美好嘅事情同埋回憶嘅。咁之後就係睇對方目前感情上面嘅狀態啦，咁會睇到其實對方呢都應該似係分手唔算太耐嘅，因為都見到其實雖然話佢嘅工作或者係自己嘅生活上面都比較穩定啦，但係感情方面呢就會有啲阻滯嘅，因為都見到佢自己喺感情方面以前都遇到啲比較令到佢覺得唔開心啦，甚至係唔想拍拖嘅狀態啦。同埋都見到佢因為感情而受到好大嘅創傷啦，同埋令到自己覺得自己冇自信同埋冇能力去做任何更加好嘅嘢。同時就係佢會有一種心態，就係覺得喺感情嚟到之前，佢要非常之努力去工作啦，或者係鍛鍊自己嘅實力啦，或者係技能嘅。所以現階段嚟講呢，感情係單身啦，冇任何嘅對象影響緊佢啦。同時就係佢而家都係一個好積極向上嘅狀態嚟嘅。咁之後就係睇對方目前對你嘅想法啦。咁佢對你嘅想法呢，佢會覺得你都算係一個叫做比較隨心隨意嘅人啦。你會冇乜規劃啦，想做咩就做咩嘅，同埋都會覺得你喺感情方面其實都有受過傷害啦，或者叫做處於一個療傷狀態。所以而家無論叫你做啲咩都好啦，都好似感受到你會因為以前嘅問題掣肘咗你啦，令到你好難重新出發，或者係做好多嘢都會有個陰影嘅感覺喺度。再者就係都會覺得而家嘅你其實喺感情方面都好努力咁樣去離開緊啦，調整緊自己啦，所以都覺得你係一個需要人去陪伴啦，或者係想鼓勵你嘅一個狀態嚟嘅。咁之後就會睇到對方會覺得你喺佢心目中嘅位置係點樣啦，會睇到其實對方會覺得你心目中嘅位置就係佢會覺得你真係一個佢完全 ready 好想去接觸嘅人，因為之前都講到啦，喺感情方面其實佢都算比較有阻滯，甚至就係話都曾經有諗過唔想拍拖，但會見到喺而家呢個 moment 呢，你會係成為佢想 ready 拍拖嘅一個對象啦，同時就係都決定你同你無論係做唔做到情侶都好，你都會想有進一步嘅了解同埋發展嘅一個對象嚟嘅，甚至其實佢都有諗過對你主動啦，或者係想同你發展一個叫做更加深入叫做有趣嘅回憶喺度啦，所以整體嚟講呢，你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呢，都係有一定嘅份量喺度嘅。咁之後就係睇你喺對方眼中係點樣啦。咁會睇到你喺對方眼中嚟講呢，佢會覺得你都算係一個比較受歡迎嘅人嚟嘅。佢會覺得你身邊都環繞住好多唔同嘅對象啦，亦都覺得同你相處嘅時候呢，總要等待你一段時間你先會出現，甚至係好難先俾到一個好確實嘅回應佢。同埋就都會覺得你係一個比較慢條斯理嘅人，雖然話佢會有好多欣賞你嘅地方啦，但係佢同時都會覺得就係有好多嘢明明你係可以早早就決定，但係你好似都會拖到好耐，或者係唔想衝動行事嘅呢一個因素啦，而令到自己好多嘅決定都非常之咁停滯。所以現階段嚟講咧，都會覺得佢嘅狀態或者心情嚟講咧，有好多時候對你嘅想法都會有比較多唔好嘅感覺，同埋都會覺得而家嘅狀態你都需要一個重整嘅狀態啦，需要重新開始或者重新去用一個全新嘅心態去面對自己或者面對其他問題。所以而家嘅情況嚟講呢，雖然話佢都覺得你係一個好好嘅對象啦，但係同時都有啲嘢想你改變嘅。咁最後就係嚟緊呢個月你同對方嘅發展啦，咁會睇到嚟緊呢一個月你同對方嘅發展呢，其實都會有一種令到人唔開心嘅感覺嘅，因為呢個月其實都因為進入咗水逆啦，所以大家嘅溝通狀態啦或者溝通嘅能力都會有下降，所以有時候都會唔小心忘記咗
顧及對方嘅感受啦，而講出咗一啲中傷嘅説話。同時就係因為大家都想 keep 喺自己嘅舒適圈啦，因為大家喺感情上面都受過傷害，所以今個月嘅發展呢都係比較少嘅。同時就都會發現雙方喺呢一個月咧都未感受到對方同自己共同嘅地方或者係合拍嘅地方係點樣，所以大家今個月可以提升感情嘅機會會比較細啲啦。咁都有機會係因為水逆嘅影響令到大家咁樣嘅。不過如果大家都想改善的話咧，都可以參考我哋11月7號前嘅一個水逆儀式啦，佢可以協助你去改善水逆嘅問題啦，同時就係都可以令到你嘅感情會有提升嘅效果嘅。咁如果有需要的話咧，都可以 DM 揾我啦，咁去了解翻個詳細嘅。咁最後咧就係睇下對方有啲咩 message 想俾你啦。咁首先咧，其實都會睇到就係話，佢都想你可以按照自己嘅內心去做你想要嘅決定，因為佢會覺得你有好多嘢都好似障礙緊自己啦，或者唔敢俾自己做啦，所以佢都會想你放膽去做。同時就佢都會覺得自己同你相處嘅時候咧，好似有啲嘢封印住咗喺兩個人中間，好似永遠都覺得有隔膜，好難相處到。所以佢其實呢個都算係一個少少嘅抱怨啦，或者都想係睇下你嘅真面目係點樣嘅。咁同埋都會覺得其實佢自己覺得同你相處嘅時候啦，因為有好多嘅疑惑啦，或者係唔清楚你諗緊啲乜嘢啦，所以導致到喺關係上面呢，其實佢都會期望就係話有多啲嘅變化啦，或者都期望呢個感情可以盡快變好啦，因為佢覺得呢啲負面情緒咧開始有少少蠶食緊佢自己嘅身體，所以佢都會期望呢個關係可以快啲有明確嘅方向啦，或者唔使令到自己長期都咁囉囉攣嘅。咁嚟到答案 B 嘅選擇啦，咁就首先會睇到對方目前嘅個人 situation 先啦。咁佢個人嘅狀態嚟講呢，其實都會睇到佢自己而家嘅工作啊、生活上面呢，其實都處於一個比較豐盛嘅狀態啦。無論係做啲咩都好啦，與朋友、家人相處呢啲各樣嘢呢，其實都係好穩定嘅。同時都會見到就係佢自己喺經濟啊、工作方面啊，其實都算係一個比較保守嘅人。所以都會感受到就係佢現階段嚟講呢，都係有比較多嘅安全感嘅。但係同時你都會覺得佢好似有啲孤寒啊，或者唔係好敢付出啊。佢會有好多保障自己嘅地方啊，所以都會覺得有啲難。但係同時咧，你都會感受到就係雖然話佢戒心好重啦，但係你都會對佢散發咗有一種想拍拖嘅心呢，都會有對佢有一定嘅興趣啦，或者都想了解下佢嘅。而佢自己咧喺感情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期待感喺度。咁之後咧就去睇對方目前感情嘅狀態係點樣嘅。咁目前嚟講咧，就會睇到其實佢喺感情方面咧，佢應該都未算放低到上一個，甚至咧都會懷疑就係話其實對方而家會唔會有其他嘅對象喺度啦？即係可能其實佢而家有機會拍緊拖啦，或者可能有一個未處理好嘅對象喺度。因為都會見到有3號牌啦，其實3號牌都係象徵住啲多人嘅關係啦。同時就係都有死神牌，但係死神牌咧逆位咗，都代表就係你同佢呢個關係咧，其實對方有啲嘢咧係未完成嘅。咁都有機會真係話講緊前任啦，或者係佢而家可能都真係有其他嘅伴侶喺度。但係咧都會見到第3張牌咧，就係一個比較明確嘅 tips，佢都會講就係現階段佢嘅感情嚟講咧，其實係輸到一頭糊塗嘅，真係完全無藥可救㗎啦嘅一個情況。所以都會感受到就係話佢現階段咧係有其他對象喺度嘅，但係呢個對象其實都應該同佢鬧掰咗㗎啦，所以都係需要一個時間去調整。但係你同佢如果而家呢一刻你對佢有興趣的話咧，咁可能都要稍微等一等先，或者係等佢遲啲真係 ready 好啦，先至再去進一步調整呢個關係咧會比較好。咁之後咧就係去睇對方對你嘅想法係點樣啦。咁對方對你嘅想法係咧，佢會覺得同你嘅相處啦，佢有諗過好多嘢嘅，佢亦都有總合過你同佢呢段關係所發生過嘅所有回憶啦，但係都會得出嚟嘅結論就係佢覺得大家好似有啲嘢忽略咗冇做，所以導致到兩個人嘅關係咧其實未算係好可觀啦，或者係可以正確地進一步發展，所以都會有停滯嘅感覺。但係咧同時就係話有好多唔開心嘅回憶咧，同時佢都會諗到好多開心嘅回憶啦。但係佢都偏向就係話佢都識得喺逆境之中生存嘅，所以佢都好容易就係話可能同你感情上面有好多唔開心嘅地方咧，但係佢都會嘗試努力自己去回述翻一啲好開心嘅情感啊，令到佢喺你同佢呢段關係入邊咧都保持住一個比較正面嘅感覺嘅。同時就係話佢都覺得喺呢個關係入邊，大家嘅枷鎖啦，大家嘅責任感咧都係有太多嘢需要做啦，所以導致到兩個人嘅壓力都好大啦，或者都覺得你自己其實好似有好多嘢，好多人咧都好似好需要你咁樣，所以都覺得你係一個責任好重大啦，或者好多人都需要你嘅一個狀態。咁之後就係睇對方覺得你喺佢心目中係一個點樣嘅位置啦。咁會睇到其實對方會覺得你喺佢心目中嚟講呢，雖則話未算係一齊啦，或者叫做可能處於一個第三方嘅身份啦，但係佢會覺得你帶俾佢嘅情緒呢，
都有點多嘅，真係，即係可能會覺得有好多唔開心嘅感覺啦，同時就係話都覺得好難相處，有好多嘅負面情緒抑壓住喺大家嘅內心，同時就係話都覺得喺呢個關係入邊，大家嘅價值觀有啲唔夾啦，覺得兩個人好似好難明解到對方啊，或者好多嘢其實同你講咗之後都得唔出一個好嘅結論，所以相處上面呢係有點障礙嘅，同時就係話都覺得你同佢之間呢個關係咧，大家都好似好諗錢啊，好諗利益呢樣嘢啦，所以呢副牌嚟講呢，好多時候都出咗好多權力同金錢嘅牌，就比較少涉獵於感情嘅問題喺度，所以可能對方嘅感覺咧，佢都會覺得佢會放咗你喺一個叫做利益權衡嘅位置啦，或者覺得如果你有用處啦，或者係你呢樣嘢比較適合做，佢就會揾你，但係如果唔適合嘅話呢，就可能會比較逃避啦，甚至可能係已讀嘅情況咧，未必會揾你嘅。咁之後就係對方眼中嘅你係點樣啦？咁對方眼中嘅你呢，其實都算係一個會識得自己消化情緒嘅人嚟嘅。佢會覺得你係一個好叻自己消化自己情緒啦，然後會將呢啲情緒又唔開心嘅默默帶走嘅原因。但可能都係呢一個位置咧，就會令到對方覺得好似好多嘢，你就算唔開心或者激嬲咗你啦，你都會自己整理好，所以唔需要佢去照顧你啊，或者係唔需要佢去安撫你咁樣。但係同時咧，佢都會覺得你係一個能力都好好嘅人啦，因為佢都會覺得你好聰明嘅。但係咧，講嘢就有時候有啲針鋒相對啦，即係好似講嘢會 hurt 到佢啊，或者有好多嘢都會攻擊到佢啊，令到佢嘅情緒唔穩定啊，或者覺得你講嘢好似穿親佢咁樣，所以都會覺得比較難喺感情方面有相處。再者就係都講喺呢個關係入邊，佢會覺得你嘅出現咧，對佢嚟講咧就好似有一種你會不停去管佢做乜嘢啊，或者係批評佢啊，甚至係俾好多唔同嘅建議佢啊，即係可能喺你嘅出發點咧係好嘅，但係可能喺佢嘅角度嚟講就係我唔需要你去批評我啦，或者唔需要你去做啲咩去提點我啦，我有我自己嘅想法咁樣，所以咧佢眼中嘅你咧可能唔係一個咁好嘅一個觀感喺度咯，目前。咁最後咧就係未來呢一個月你同對方嘅相處情況啦。咁我見到未來呢一個月咧，其實雙方嘅關係咧都叫做有少少嘅躍進同改善嘅，叫做可能會多咗啲相處嘅新模式啦，或者有啲新嘅回憶啦。不過都係偏向都算比較少嘅啫，都可能只係啱啱開始，係啦，都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嘅。同埋就係都會見到雙方嘅一個情感上面啦，開始都會進入一個比較少少嘅曖昧啦，或者可能對方都會稍微去暗示你啦，喺感情上面一啲嘅改變，同埋就係話都見到感情上面咧會有個比較大嘅躍進嘅，去到後期，即係可能去到月尾嘅部分，所以喺感情方面咧，雙方嘅關係可能真係會有好大嘅提升咧，但係咧都要留意就係因為對方可能仲有其他伴侶嘅問題啦，所以都要留意就係對方係咪真係清理好、準備好先嚟揾你呢？定係淨係話因為 feel 到好似同你有啲感情上面嘅躍進啊，所以想同你試下，跟住先至再處理嗰邊嘅問題，呢啲都係要注意嘅地方。係啦，咁如果都話真係想改善呢個關係啦，或者都想對方完全準備好先嚟揾你咧，都可以去參考下我哋嚟緊11月9號至29號水逆期間嘅一個保護儀式啦。佢可以協助你去保障你嘅愛情啦，清理一啲負面情緒啦，同時就係都可以令到你喺感情上面咧可以得到一啲保護同埋提升嘅。咁最後咧就係睇翻對方想俾啲咩 message 你啦。咁而家嘅狀態嚟講咧，我會覺得佢會有反省嘅，即係都會覺得佢對你嘅方式係有啲唔啱啦，或者係覺得咁樣做其實對你係有點對唔住嘅感覺，同時佢都會有驚拒絕你嘅感覺啦。佢會覺得你提出嘅一啲嘢，或者係兩個人可能 promise 咗要做嘅嘢咧，其實佢好驚要拒絕你，所以先係會有 promise 嘅呢個動作。但係可能都會諗就係其實佢會嘅用意係咪真係喜歡你咧，或者係咪真心想同你做咧？呢個都係可能要值得探討嘅問題。咁同埋最後咧，就係其實佢覺得所有嘅熱情咧，佢覺得係有少少過咗火嘅。佢都覺得因為始終可能佢有其他嘅對象喺度啦，同埋佢都覺得自己咧係 handle 唔到而家嘅情感狀態，所以你會覺得佢有時對你好好啦，但係有時咧又好似俾得你好勁咁樣。所以現階段嚟講咧，其實佢個情感咧都算比較唔穩定嘅。大家好，咁呢度咧就嚟到答案 C 嘅解讀啦。咁首先咧就會睇到對方目前嘅 situation 先啦。咁目前嚟講咧，對方嘅
situation 咧，其實佢自己而家嘅狀態啦，感情方面咧應該都算係剛剛離開緊一段關係嘅，叫做 move on 緊啦。但係佢都知道 move on 係比較好嘅，所以暫時嚟講都唔太存在會揾翻前任嘅一個情況啦。同時就係話佢自己而家呢一刻咧都會保留翻好多嘅實力啊同埋時間啦，所以會側面去驗證到咧，其實佢都算係一個比較好嘅對象啦，或者都係有自己生活嘅一個對象嚟嘅。同時就係話佢都有少少衝動嘅狀態啦，而家即係可能佢都會好衝動想去嘗試唔同嘅嘢啊，或者嘗試唔同嘅關係啊，或者係有唔同嘅一啲改變啊，所以可能你都會 feel 到佢而家嘅狀態咧。雖然佢係一個穩陣嘅人，但係你同時都會感受到佢好似會好多嘢都想試啊，好貪玩啊，咩都想去改變下咁樣咯。但係呢啲都屬於比較衝動嘅行為啦，就唔係佢現實中真實嘅性格係咁樣嘅。咁之後咧就係睇對方目前感情嘅狀態係點樣啦。佢目前嚟講咧喺感情方面咧，其實我覺得佢都算係 ready，好想重新進入一段關係嘅，因為佢都覺得自己有能力啦，或者其實佢都覺得新嘅感情先可以令到舊嘅感情真正咁離去或者係遺忘啦。但係咧佢而家個狀態就係佢都比較停滯啦，因為都覺得自己未揾到一個真係了解自己嘅對象啦。同時就係佢喺感情方面都比較懶嘅，其實都可能冇點樣去裝備自己啊，或者係冇點樣去識對象啊咁樣，所以喺感情方面咧都係叫做隨緣嘅一種感覺啦。咁之後咧就係睇對方對你嘅想法係點樣啦。咁對方對你嘅諗法就係佢都覺得你係一個比較難明嘅對象嚟嘅，即係好似兩個完全唔被人理解嘅對象突然間合拼埋一齊咁樣啦，會叫做都 feel 到你有自己特色嘅地方，但係佢都會有興趣咧想了解你多啲嘅。但係同時咧都會覺得你自己嘅負面情緒啦，或者係你所經歷緊嘅嘢咧，其實都比較嚴峻，所以都 feel 到你喺感情方面其實可能未真係太 ready，甚至係都覺得你有好多嘢其實應該自己處理好先至重新再加入一啲新嘅壓力啦，例如係轉工啊，或者新對象啊咁樣。同時就係我都覺得你喺工作方面啊，工作嘅一啲態度啊，嗰樣嘢咧，其實佢都比較認同嘅，所以我覺得佢都係欣賞你嘅。只不過就係話覺得你嘅壓力啊、情緒呢啲咧，就可能會比較嚴重啲，需要去調整一下。咁目前就係睇埋對方覺得你喺佢心目中係咩位置啦。咁對方會覺得你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咧，就係佢會覺得你係一個喺佢心目中嚟講係一個叫做一個小領袖啦。你會帶領佢去做一啲嘢，或者做一啲改善，同時就話可能令到佢會有一啲嘅利益去獲得啦，即係可能帶佢做生意啊，帶佢合作啊，或者係帶佢去做一啲嘢有成長啊咁樣。同時佢都會覺得你係一個好好可以切磋技術嘅一個對象啦，可以去交流大家嘅工作心得啊，或者係成長心得啊嗰樣嘢，所以佢都覺得你算係一個知己嚟嘅。同時就係話佢都覺得你嘅存在咧，就會令到佢唔想再自己一個人啦。佢會想叫做 feel 到喺感情上面有自己一個寂寞嘅地方，想揾人陪，或者係想真係話認認真真揾翻個對象相處。所以你嘅出現咧，其實都帶俾佢有一種想揾人再次拍拖嘅感覺嘅。咁之後咧就係睇對方眼中嘅你係點樣啦。咁對方眼中嘅你咧，都有啱啱所講啦，就係未放低以前嘅情緒啦，或者覺得你最近嘅人都其實有種壓抑嘅情感喺度。同時就係話都覺得喺情感方面咧，有好多嘢你都應該嘗試去放手一搏嘅，所以佢都會覺得最近嘅你咧，雖然唔開心，但係都好似痛苦地快樂着咁樣咯，好似好多嘢都想去嘗試啦，想自己自由自在咁樣去試好多嘢啊，撞板唔緊要啦，反正都發生咗啲好差嘅嘢咯，都唔怕有咩失敗㗎啦，有呢種感覺俾到佢嘅。同時都覺得你喺身心靈上面都係非常之需要療愈啦，佢都覺得你傷害都真係比較重，或者覺得你嘅情緒方面真係好唔開心，所以佢喺身邊咧其實都有擔心你嘅感覺啦，同時又唔知點樣去鼓勵你咯。咁之後咧就係睇未來一個月你同對方關係上面嘅發展啦。咁會睇到嚟緊呢一個月嚟講咧，雙方嘅關係咧都會增加咗熱情嘅，咁大家都會多咗心思想去推動啦，或者都想將自己嘅魅力啊、熱情啊可以投射落對方身上面。咁同時咧都會見到雙方嘅關係咧會變得更加有 powerful 啦，大家嘅感覺上面咧都會有更加多嘅改變嘅，大家都會 feel 到就係話都想用自己嘅能力咧去令到對方喺呢段關係入邊變得更加開心，同時都會見到喺呢段關係上面咧，大家都會有比較吻合嘅出發點啦，或者係大家嘅思想上面會越嚟越相近啦，會感受到啊對方喺感情入邊所得到啲咩同我又唔一樣啊，但係會見到嚟緊呢個月咧，其實都係吻合嘅，所以大家嘅合拍程度咧喺下一個月咧，其實都係會有提高嘅情況嘅。
係啦，咁如果都想有興趣提升嘅話咧，都可以去參考下我哋嚟緊水逆嘅一個儀式啦。咁除咗保障自己同對方嘅狀態之後咧，亦都會提升情感，同時就係可以令到大家嘅負面情緒啊、壓力啊呢啲都可以得到消除嘅。咁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 DM 搵我。咁去到最後啦，就係對方想俾你嘅一啲 message 啦。咁會睇到咧，對方嘅一啲 message 喺現階段嚟講就係覺得因為你太多負面情緒啦，所以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好難同你相處。就算話想同你傾偈都好啦，好似有一道牆隔住咗對方咁樣。同時就係話佢覺得咧，而家你想做啲咩都好咧，其實都盡量去嘗試一下啦，因為佢會覺得好似有好多嘢你都收埋喺個心入邊啦，或者唔敢講出嚟啦，甚至就係話都覺得自己唔 deserve 最好嘅嘢，所以佢都想鼓勵你去講多啲自己想做嘅嘢出嚟俾佢聽，係啦，同埋就係話咧，佢都期望就係話所有嘅情感啦，佢而家所有疑惑嘅情緒啦，都可以得到化解啦，可以明白你諗緊啲咩啦，或者係嚟緊你想做啲咩咧，佢都可以嘗試去陪伴你去解決嘅。